咱台湾跳舞的团体名声烫四海，这是台湾家己行路跳舞的团体，叫做逐梦者。7号来到法国参加欧洲上届大型行路跳舞的比赛，因的功夫实在真在百，打败真侪强队，摕到亚军。团长讲，虽望这届无摕到冠军，有淡薄失望，也毋过现场的观众拢替因加油赞声，大声喝休，讲台湾才是冠军，互因跳到到底，感觉足甘心。甲有写“逐梦者”3字的毛巾摕冠军，这个烫北地的查甫人大声喊台湾，现场的民众嘛对咧欢喜这个胜利的时刻。大会宣布讲，因得亚军，得奖的是对咱家己去的逐梦者。6月初7去到法国参加这个 Black Party 世界北部的歌舞赛事，出桥武器，互因安尼过关斩将，先打败法国。加拿大尾啊，虽然讲输哦，这个欧洲联名，不过现场的观众拢要求韩民做伙翕相，一直讲台湾才是冠军。These guys are monsters. It's a shame that they didn't win. I'm so. That's a real winner. That's a good test. 整体说起来，我们还是相当失落的，因为我们的目标、我们的努力练习，还有所有人的支持，我们目的就是为了拿到冠军，但我们却只拿了亚军。虽然讲无摕到头坎是一个遗憾，这点25岁的少年人，2010年才组团，得到真侪国际的大型比赛的冠军。因为真爱跳这个 breaking， 离开家乡了后，因为着要逐梦，因阁勇敢来软断世界各地，这边摕到欧洲上大型的这个歌舞第2名，嘛替家己创造好的成绩。安尼嘛，互台湾伫国际搁再请赢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